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这委员的人数是无到一半，也就是讲37间广播电视的频道呢，恐惊是会停播的。代理主任委员陈宗秋是表示讲，目前是有法规会当互换照当中的业者继续留伫平台。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的人数要是无够。 今年7月份之前，就有37间广电业者执照都要到期，面临违法播出的情形。有线电视如果是基本频道，它要下架的话，必须要报 NCC 来同意。NCC 这种下架是属于营运计划的一部分，那必须要由委员会来做成决定。法规的规定会让基本频道在有线电视是目前状况下是不会让它下架的。委员人数无够，致使无法度调开委员会。去年传出行政院长杜英泰赶紧要定顺名单，不过到当还是无进度。但从事讲，这是权责机关的问题。权责机关就是行政院并无提出名单，目前提名的进度伊嘛不了解。他说 ，NCC 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院无法及时审查行政院的委员名单，导致于委员人数不足。要不要了解一下？ 是谁又在放消息、放话？他们在2月21日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递交定暂时的状态处分，但法院没有受理啊，认为说 NCC 还是具有裁量的这个空间，显示行政人事的迟滞会导致业者依法无门、合法无土啊。 但从事强调讲 ，NCC 的运作并无动点，针对伫要换照的业者，会发通知函通知因换照的进度，证明对方无故意的过失。在考虑全面视听权益的情形之下，会互业者继续播出。公视新闻台北采访报道。